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6日，申命記10章14節安尼講：看，天甲這個天的天，地甲地上所有的，攏屬耶和華你的上帝。三甲來祈禱，天甲地所有一切，攏屬佇你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、創造地、創造世上萬物的全能獨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懸大，你的榮光遍滿通世間，你的信息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永遠佇地。主啊，願有多人要來到你的面前，承認阮的罪，求你將你赦罪的恩典臨到阮，互阮通甲你有好好的關係。主啊，求你將你豐盛的恩典賞賜阮，求你照你的信息回應阮，因為阮攏是屬佇你。主啊，天甲這個天的天，地甲地上所有的，攏屬佇你耶和華阮的上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